讲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恁介绍的意思就是，师奶啦，师奶汉字写做师奶，罗马字写做斯爱西，呢爱奶，西甲奶拢是第一条。师奶通常是较弱势的人，想要互较强势的人欢喜，通得到伊的娱乐、疼痛，也是互对方送伊想要爱的物件，咱定定嘛会简单讲一字奶就好。像囡仔咧喊是大人，来要食饼，也是动物找主人师奶。好啦，来听你教好哦，真够细呢。另外一种咱常看到的，就是爱人仔之间的师奶。当你恋爱的人，有时因为爱人仔一直如一直奶，就安尼万项拢顺利。不过，咱因为安尼煞失去理性，做出后果严重的决定，就无介好啊。俗语讲，爱人仔敢若玉皇大帝，父母敢若囡仔是细。就是咧，劝人唔通干那对爱人仔师奶万事万项，甲伊照顾好势。对待父母吼，煞像对待囡仔是细共款，无尊重。其实咱若是三不五时，甲父母师奶一个，父母拢会真欢喜呢。爸，若奶无成。得袂到要爱的物件，就喙翘鼻翘无欢喜，见小灯受气的时阵，就变做张咯。张嘛通讲使性地，通讲某张无甲皮，翁张无食糜。张的时阵，虽然有虽人的步，连伊腰骹长直，连伊手难轻，头越平，就是要逼对方让步。用现代的话来讲，就是情感卡油啦。溜、师奶、张、卡油，爱囡仔敢若玉皇大帝，父母敢若囡仔是细。某张无甲皮，翁张无食糜。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Baby， 你为难道来甲我载？哎呦，那才好啦，我巴肚最枵的，你带我去食饭。